以下冲突反犹太气氛无透，法国打的发生一件未成年的强奸案。这12岁查某囡仔去互3个查甫囡仔，骂讲是本色犹太人，甲草刀虐待。事件是引起社会愤慨、就业抗议，甚至是顶动着整个法国的政坛。 示威群众提无同款的标语，暗过意思只有一个，就是谴责反犹太主义。这12岁查某囡仔遭到轮暴过程真粗残，犹太社区真生气。根据警方消息来源，查某囡仔遭性侵的时阵，对方叫伊垃圾犹太人，佮问伊的犹太信仰甲以色列问题。Hormis le fait bien sûr d'être juif, mais en tant que parent, c'est quelque chose, c'est comme si c'était mon enfant. 这个代志也顶击规个法国政坛，总统马克龙19日部长会议表示，反犹太主义祸害咧威胁法国校园，各学校学校针对种族主义甲受训犹太人问题展开对话，防止有严重后果的受训言论渗透到课堂当中。基犹太党派国民联盟领袖马林勒彭指控，基左派甲所谓将犹太人污名化遐人，利用过去几个月发生的以下冲突来丑化犹太人。 基组织的法国无库活动党魁梅朗雄也共款谴责反犹种族主义，伊伫这议题常常发表无较清楚的言论，互政治对手指责。伫政治光谱另外一边，基犹太的国家联盟党魁巴德拉是呼吁，打击为去年10月7日以下冲突以来，增加法国的反犹太主义。欧洲议会选举了后，法国会提早大选，伫保守派政党甲基犹太合作的协议之下，国民联盟真可能第一败掌权。法国犹太社区真大，伫全球敢若排伫以色列甲美国后面。2024年头前几个月反犹太行动比去年同期暴增3倍。2023年通报7676件案件当中，有12.7%发生伫校园。公司新闻，恩文玲报道。